大家好，真好奇阿嬷，今日要来讲40篇主题。下班卖肉粽。真早的时阵，农业社会，大家家庭的收入有限，经济无偌好，大人日时做事转来，暗时加减做加工副业，增加一寡收入。囡仔读册。初中、高中爱半工半读，下班转来到厝，赶紧的身躯冲冲的换学校的制服，排骹网，徛铁马仔，赶去学校要读暗学啊！伫这个学校围墙边，听到卖小肉粽，小肉粽，一粒5块银，赶紧来买。真侪人无食暗顿，就出来买1、2粒纸鸡，刷落来。我要来分大家听阿母下班包肉粽，阿爸下班卖肉粽趣味的念谣。第一小段，阿母拍家唱，对胡椒粉过敏管伊去，洗糯米，互透米芳，掺香菇，炒虾皮有滋味，切红葱头，肉角仔菜脯，要做啥好料的，阮欢喜。第二小段，肉角仔炒芳芳，偷偷仔念，鼻着芳。踢互阿弟仔面红红，喙烂直直流，大粒目睭，喙笑有芳。回头看阿母包肉粽，伊的囡仔歌拄句唱几啊冬。第三小段，一后一顿，粒粒饱甜。暗暝望阿爸卖的肉粽，真好奇阿嬷的口白。听到小肉粽，小肉粽，一粒5块银，来，紧来买。细鸡、细项仔2条鸡，搁有土豆粽。撒甲芳气，微厝间2条鸡洗了，真紧就肉粽卖了啊！大细汉食肉粽，趁钱搁趁食，人生嘛是像肉粽，撩炒过才会芳。趁钱希望知足有望。上尾段，肉粽趁小大细，紧食。孙仔介意的暗暝，这味山珍海味，父母的青春咱爱感恩。请大家试18篇50节的典故甲民俗谚语道具，请大家支持按赞。多谢努力，再会。